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晚嘅福喜类咧个节目。今晚大家都小解乜解咧，小解食嘅东西。你係講到台灣做啲代表嘅食物，大家可能聽到要當到嘅想象。不過一般人大家當為討論嘅是係臭豆腐。今晚大家來小解臭豆腐，不過叫做融合客家嘅口味哦。所以今日咧分享啲今屆來賓佢係來自新竹 Fancy 豆腐嘅主廚王尚榮，分享 B。大家好，我是王尚榮，很歡喜來到一家臭豆腐也可以很 fancy。冇錯，真嘅，你講臭豆腐也可以很 fancy， 是不是？對。我同你講，它真正超當代的，你知道為什麼？因為亞幾年其實不管我們在推行觀光也好，旅行也好，也係外國人來到台灣吃東西也好，當然我們可以介紹食嘅東西鐵道誒，唔過。臭豆腐一定是名列前茅，没错，对，代表台湾。没错，因为我们都针对外国人来说，我哋就希望做得用臭豆腐吓他们，会轻 fancy 啊，就会吓他们，然后说哇，我们有臭豆腐。不过，黑讲台湾人是臭豆腐就是日常美食，对，没错，好，对不对？然后喜欢吃的很喜欢吃。我想问一下，你有遇到不敢吃臭豆腐给台湾人吗？有哎，还是有，还是有，对对对。但是因为有些朋友来捧场或之类，他就说啊，可是其实我不吃臭豆腐这样。我说你一定要吃看看，真的不一样。然后他就为了我尝试嘛，但是吃了都很喜欢，然后或者是还没有吃过臭豆腐的小朋友，对，然后就第一次吃，他们也都很可以接受，所以就很开心这样。对，对奶来讲啊，就吃到臭豆腐没有什么就很好吃。对，不过因为真的亲朋友，他看到 B 吼，他看起来很年轻，不过他是一个学西餐背景，然后主要是之前是经营意大利菜，对对，不过让他种来开店，对不对？开店，而且主攻台湾的臭豆腐，融合客家的米食，对对，所以你看你多值得坐在这里被大家认识，很重要。不过不厉害哈，你看做西餐背景，哎，我给你出了意大利菜又这么的好吃，对不对？台湾人新好吃意大利菜，不过亚平提供的黑臭豆腐，为什么会用臭豆腐来创业？你有讲？这个臭豆腐本身就是我从小吃到大，我姑丈做的，所以它其实在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日常这样。对，那其实会用臭豆腐创业是后来接触到了别的活动，像生态厨师等等，其实是回过头来看台湾的饮食文化或者是台湾的食材，对，那从中去发现说，其实西餐跟台湾的饮食文化也好，其实都有各自的美好，只是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价值去把它呈现出来。对，那我就觉得，其实我从小吃到大的臭豆腐，它的制成也好，或者是它纯天然发酵，对身体健康，然后美味程度，其实不输于西方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可是像客家酸菜也是我妈妈的面店做出来的。哦，所以妈妈开面店。对，那臭豆腐也是我姑丈做的。那如果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或者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如果我没有去把它延续的话，它可能就会消失了。这样。哎呦，对对对，大概是这个初衷。起心动念，对，黑毛我就知道很可惜，有点小遗憾。没错，好棒哦。不过现在节目主角黑臭豆腐，不过因为奶弟也。不一定啊，所以很希望以后还可以把意大利料理尽量的跟客家菜看可以做什么样的融合，在店里面发光。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一步一步来哈。不过跟我鸦片太讲哎，咁凶还按容易。不过臭豆腐好吃，其实冇按改，你可以酱料听听。我觉得很奇怪，一样是炸臭豆腐，诺贝就是加泡菜，可是好吃不好吃，真的会影响心情哎。就你会吃到一盘，可以个4口牙后6、4口牙后，为什么有些就是很好吃，有些不好吃？隐秘臭豆腐的本人青葱油，对不对？同台港的时候给呀，你不给不一样的臭豆腐，你们觉得你们家的臭豆腐怎样不一样？我们家的臭豆腐是用苋菜、蔬菜发酵，还有中药材。所以所有的制成是纯天然发酵。OK， 对对对。不懂臭豆腐这个制成的人，有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很臭，大家会怕怕的，觉得这个工厂清等一样。不过其实不会冲毛，不会，它反而健康，天然发酵。姑丈的臭豆腐的工厂就在他家旁边而已。对对，工作室就在他家旁边而已。对，我每次去都觉得哇，那个豆香。
就是像豆浆的味道。对对对，所以我并不觉得臭豆腐是臭的，其实它是一个大豆的发酵的味道而已。对对。而且如果你在整个制成是，就像你刚刚讲很用心，你们家是用中药材，还有蔬菜，所以你看它很健康哎。对，所以多吃是好的。姑姑曾经跟我讲过，她以前就是可能邻居身体不舒服啊，她就说臭豆腐吃个2盘。因为它的那个发酵对肠胃其实是很好的，对对对，对，你看，他敢爱用有敌某，可是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好好的选择好吃的臭豆腐本体来做的话，其实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你看豆类，对什么你来讲也还清厚的一种食物，对不对？我们跟我讲到样。有点流口水，你们先从有按豆给出豆腐，还给不易必呆了给。你看，在我眼前这个一盘啊，一块啊就抵给黑咸菜，这就是你现在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很有特色的客家咸菜绞肉臭豆腐，没错，几个 T C 黑马该，属在咸菜黑妈妈做给，因为我当初在设定酱料的时候，就希望有一半是台湾饮食文化里面产出的东西，然后一半是比如说像沙沙类。的东西就是有点中有点西，让大家去喜欢这样。那这个客家酸菜呢，是我们头份市场挑选的。对，我们家面店里面有猪血汤嘛，客家人的猪血汤里面一定有客家酸菜。对对，所以客家酸菜是哇，你刚讲真的好传统哦，就会猪血汤，对啊，就是这个就会很地方的小吃，有没有？泰卡就会吃猪血汤，客家人一定要加酸菜，不是加韭菜。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地方饮食文化特色，其实你刚才有提到意大利菜，其实意大利菜也没有真的一个意大利菜，它其实意大利菜都是地方菜，对，甚至各个城镇他们的那个菜的这道风格就不一样。下次来聊意大利菜，好啊，真品所以其实意大利菜就是用当地跟当季的食材去呈现的美味，所以没有一个说当然我们会赋予它一个标准的一道菜，就会想到它，就像臭豆腐会联想到台湾这样子。对对，我们想到意大利菜，也只想到披萨跟那个spaghetti， 就是那个意大利面。其实它怎么可以只这样？当然 more 更多，对不对？所以光酸菜可以搭配臭豆腐，所以它里面酸菜还带一点脆感，然后它的酸咸感，其实跟臭豆腐跟我调制的那个酱凤梨酱油。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的是一盘臭豆腐，但是其实它所有里面的东西都跟传统的臭豆腐不一样。姑嫂，谁说慢饮公司出豆腐听说就泡菜停停？黑毛其实都这样。我先闻一下，我真的是忍不住。因为不知道是酸菜关系，会一直分泌唾液，就那个酸咸感哦，真的好香哦！要就会它刚给หั่脆跟米稀，我可以，大家不介意吧？因为这样吃奶给嘴巴，反正离远远的也不会感觉到奶给嘴巴会有臭豆腐的味道，应该还好。其实臭豆腐很香给，可是这个是已经炸来的，对，已经炸好的。我这样吃有点大口，拍谁？就是要一口，我把臭豆腐切成稍微小一点，就是希望大家配着酱料可以一口进去。对对对，因为如果是一般比较大一点的传统的，你没办法入口一口，所以会切成小一点，就是希望你可以沿着上面的酱料一起吃进去这样。对，好，我觉得里面很嫩，这是目的吗？目的一定要。外面虽然有点冷掉，我要诚实一点，可是它还是脆脆的。对，所以这是你。这就是我姑丈臭豆腐厉害的地方，真的，里面底肚好嫩哦，我觉得吃豆腐就是要吃嫩嫩的，就是还是有豆腐给口感，真的那个嫩嫩的感觉，没错，加上酸菜真的有综合的感觉，而且你旁边这个是不是很油吗？该它的这个是老胚黑毛，就是对白萝卜配菜，然后这个是紫洋葱、拍虫头嘛，对不对？这中间这一片好特别哦。那个是佛手瓜，嘿嘿，佛手瓜好特别，为什么会是佛手瓜？这个就黑太嘎讲的用醪瓜，黑嘛就佛手瓜，这个是你自己特别挑的，为什么会是佛手瓜？因为其实它是瓜类，大家通常会拿来炒啦，对，但是你看我生的下去原，其实它的脆感。好好吃哦，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哦。对，我自己也很喜欢。大家应该要卖这个才可以。有啊，有客人会跟我说，可不可以买一罐那个泡菜这样？对，然后泰卡控的时间远远看的时候，泰卡包都会玉米粒，可是事实上泰卡不扣点某凶的，这是酱凤梨。对，酱凤梨跟新鲜凤梨。
讲到客家嘅酱凤梨，客家上头嘛，就是炒木耳啊，或者煮汤。对啊，对，还有凤梨苦瓜，对，凤梨苦瓜有啦，也有，会加一点。我好怕我讲错，但是这个特别做臭豆腐，我还是要来吃一下。其实这是我肚子有点饿，所以我想要多吃一点。清爽，对。哦，我比较喜欢这个，然后带一点辣。如果你问我酸菜这个，我喜欢这个，是不是风格不一样？可是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哦。哦，这个好好吃。目前我有加酱凤梨好酱料。可是它是不是还有一点什么剥皮辣椒？没错，一点点辣，你应该也喜欢吃辣，对不对？所以就会，我喜欢辣的人就会蛮喜欢这一道。对，可是它的辣不是很冲击，它是那种咸香。大推。然后我个人喜好，我喜欢吃这个。哦，之后要整点青后丝。哦，我真的好想要再继续吃。不过，那大家会讲，爱吃到臭豆腐，建构比安永改加安永改用料够好。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风味，而且爱吃到加凤梨，按我感觉非常的清爽。没错。还有嘛改精彩的故事，你聊哈，等下张总来讲。欢迎来自新周改，你讲分析豆腐改主厨翁雄荣 B， 哇 ，B 真的好年轻哦，看起来了，看起来是不是？都真给，你看上一段节目我试吃的黑酱凤梨同嘅剥皮辣椒，做剥皮辣椒真的是一绝。我嘅意思是讲，你讲到酱凤梨啊，很做得同客家嘅料理做一点结合，因为客家会有凤梨炒木米嘛，还有什么汤啊，虽然很传统，不过剥皮辣椒，我就会吃到黑花莲的特产，大家觉得对比较熟悉的。我又吃到讲剥皮辣椒就是要煮鸡汤，按有给港讲。知道讲到剥皮辣椒，其实蛮有趣的是，其实我会一直试不同的剥皮辣椒。我每一次在做的时候，比如说花莲的用一下，然后这次的是新竹关西那边的，对，就会看到有趣的，我觉得还是会有区别，对不对？如果你的解析度把它放得更细一点，是有区别的。OK， 花莲的比较奔放一点。它奔放什么辣度啊等等，因为我去到花莲嘅時間，我就知道我會買嘅剝皮辣椒，我真係就去到100嘅點度哦。迄條家就講你黑唔黑？我說要去花蓮啊，就來到亞貓唔黑。你說你這個是不是喺大賣場要買得到？他說錯，他說那就唔黑，你花蓮嘅很任性，很奔放。不過講到呀，大家會知道講，我唔靠自己出豆腐有鹹菜，還有種鳳梨哈。摸一下也聽說還有個特別貼味道外國人設計的。OK， 我們那麼貼心幹嘛？好，開玩笑啊，公司會是沙沙醬黑嗎？因為他們第一次吃嘛，所以一定要呈現的讓他們覺得好像不要太害怕，跟你們國家有一點關係。沙沙醬太好吃的，你們用玉米片是不是？我們就用粗豆腐啊。對，我做了一個番茄的沙沙，對，然後回來台灣之後，因為那個方式是我在澳洲看到有一個主廚，他加了一個東西進去，可以講嗎？黑馬就是不行，不行講哦，秘密。OK， 因為我以前在電視看到的時候，我自己有試做過番茄沙沙，就是小時候還沒有學做菜的時候，我只是覺得好想試看看，然後做出來我就覺得味道好分離，就是洋蔥是洋蔥，番茄是番茄，檸檬汁是檸檬汁，香菜是香菜這樣。對，我沒有辦法感受到那個美味這樣。後來他加一個東西進去，就覺得哇。真的很好吃，你就把它就是对我有沿用到那个东西，然后回到台湾之后，我又就学做菜了，也好几年了，所以我再加了一些我觉得自己适合的东西，所以就做成了我自己的沙沙酱这样子。对，古松你嘅點都有賣，就是昨天做啲點鹹菜嘅，對，醬鳳梨的，還有沙沙醬 ，beef salsa dance 啊，對，那還有一個肉燥，麵店的肉燥。淋肉燥超好吃，那你为什么金子带2个？因为台北有点远，大家可以来新竹吃啊。OK， 我摸一下最受欢迎黑马该没有，大家喜欢的都不一样，真的各式的人喜欢的都不一样。我自己是都喜欢，因为你看风格很不一样。对，我看心情。今天想要吃，对不对？心情，想要吃一个例如有麻酒噶，刚才就会吃酱凤梨。真的，这个超配啤酒。对。那所以后来你本外跟你爱我吃，他们很喜欢，他们可以接受，他们很喜欢。
是不是？黑不黑？就同大家讲，就会你个 taste 从嘛哈，不要怕。而且我常常都跟外国人讲说，哪个意思就说你闻起来黑。有点怪怪的味道，就对起的讲，吃起来很香的，大家都觉得很矛盾，就闻起来跟米西同时，肉西跟米西很某可能太搞就对，可就是这样子，要就会你个 taste 一定要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有4种口味。那泰卡都底哈，其实必己周按用给东西，因为臭豆腐跟本体黑菇酱做的，菇送你用起来，其实你是安心的。当然，因为跟别人进货，你还是会觉得对不对？但是你会想要慢慢的自己也去学，用来粥给出豆腐吗？当然会，也是会。未来有一天就连菇酱的生意都抢过来了，是这样。一样要传承，一样要传承。没有去学的话，它也是会。好，那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菇酱粥给本泰嘎头实际了，还清软型，一个清甜眼，没有一些额外的添加物，按有给干不够？不过其实泰嘎都底臭豆腐其实功夫很重要，你一直讲要酱，怎么炸它也很重要啊。炸的部分呢，我觉得其实可能我是有做菜的厨艺，所以炸的话，可能我其实一般的基准就可以。就比如说你油温到180，油是干净的下去炸，其实就可以了。这也就是归咎我菇酱臭豆腐的厉害。那我完全不用2次炸。那我再问一下，那你现在黑公司 no boy 一个臭豆腐，你的心情很勇，也不是要批评的意思，你们也没有讲出谁，你觉得？因为臭豆腐我本身就很爱吃，所以我也会在外面吃臭豆腐，所以常常我觉得大家在追求酥这件事情，是我比较无法理解的。OK， 就是臭豆腐它这样一块扁扁的，然后可能它几乎50%都是那个酥皮厚厚的这样，那你吃下去当然就要配大量的酱油也好，或辣椒或泡菜配着吃。对，它就吃不到里面豆腐本身那个嫩度啊，或者是它的风味，就会比较可惜一点。真的，好，不是他刚有听出端倪嘛？意思就会讲，那不会薄薄的、酥酥的就好诶，底度嘅豆腐会是懂，又是到豆腐嘅感觉，系嘛 ？juicy 豆腐嘅感觉啊，真的。越来越饿了，厉害！除了破豆腐之外，听说你今年会推出汤的料理，没错。什么口味？因为我小时候去姑丈家，我们家族去姑丈家，从小到大。你跟姑丈真的感情很好因为豆腐太好吃了，每次只要说要去姑丈家，家族就是为之疯狂。就是不管什么节，中秋节、元宵节、过年去姑丈家就是吃臭豆腐。姑丈除了臭豆腐有别的豆腐料理吗？汤的，但不是臭豆腐啊，不是臭豆腐的，所以它就是只有出臭豆腐，它就出臭豆腐。我们只要求它臭豆腐就够了，其他可能是大家会带各自的，比如说我妈妈带客家小炒啊，对啊，大豆西就臭，对。所以你今年要推出的是汤的臭豆腐，麻辣口味，会有麻辣口味，对，然后也会有我们客家头份市场出的泡菜，对。它的泡菜风格，我觉得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对，台式的，所以蒜头感比较重一点，所以拿来煮汤，我觉得很适合。然后还有酸白菜，对，哇，你做的东西都很吃的，嘴巴会有咪稀耶，就是尽量叫我一个你来吃，以为吃完之后嘴巴不会有咪稀，所以今年会推出，哇，好期待哦，所以算是新的产品。对，是新的产品。问一下，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客人给你的回馈是你很想分享的？其实大家每次我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无法想象，说，你所谓的 fancy 豆腐是什么仪式？不就是臭豆腐吗？对，所以当我端出来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觉得，哇，臭豆腐可以这样子呈现。对，惊讶的人几乎是每一个。真的，就只要看到成品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臭豆腐，臭豆腐可以这样做这样，然后吃下去之后，他们都很喜欢，说臭豆腐也可以到这么精致的味道，或者是说这么融合。那我想问一下，姑丈的心情很有姑丈很开心啊，对，妈妈的心情很有也很开心啊，就因为早期我是学西餐的，所以我基本都是往外跑比较多，对，所以他开心的点，你做臭豆腐，你终于回乡了，也可以这么说。对，好感人哦。那所以未来搞不好会再继续研发，跟妈妈面店做结合嘛？有可能吗？有可能哦，有可能。应该说这2件事应该是我接下来的生涯规划会是很大一个重心。真的，就跟妈妈的面店做结合这样子。好哦，他家可能唔低哈，其实还有一个，我刚刚他家
客家果台油，还有一个清厉害的，就会今年嘅广播金钟电视的高柳飞一度，我们有一个餐盒，天冲给朋友都吃到清惊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餐盒打开来的时候，太卡熊嘅第一个嘛，一定就是像西点嘛。有冇按有个胖加黑蛋糕给了很高，不过今年大家都觉得嘿，因为打开来的时候，你有看过餐盒打开黑出豆腐吗？哇，而且你的按有个高柳茶杯就弄得好漂亮，有没有清讲？太还有那种哇高脚杯，有按有个鸡尾酒啊买东西，你嗰个餐盒打开的时候还出豆腐，所以这也是你今年的可以说是作品。对，哦，帮他们设计了一个客家特色的餐盒，这样。哈，对，对，怎么会有这样的缘分？因为我觉得当现场是客家主题嘛，对，那我觉得并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是常常你所提到的小点这样，一定是要小点啊，大家客家菜包也是一个茶点啊。我觉得客家菜包我并不意外，因为勾芡生眼呀，还勾芡一生眼，有时候我们在茶点上面的确会出那个小菜包，但是你竟然大胆到在里面放出豆腐，这真的是太令我震撼了。而且天虫都是大明星，太嘎迪嘛，但是都穿着轻讲有嘛，礼服啊嘛，个东西，然后肚脐也使些大口，臭豆腐这样子。可是重点是天虫给配油食，给大家都很惊艳，就都说哦，很特别这样子。所以因为我没吃到，我怎么旁边有笑声？因为我很介意，所以是这样吗？是这个吗？就是你现在对，我有放这个，对，客家酸菜，所以你就放这个是不是？就放一个，哎。好啲，我根本有食到，因為基本你大家講到好些時間，我想講我冇食到，所以你也是係基本你都該串下啲，都該潮豆腐，還有乜解？大家聊下，等下陣再講。放映類似新州嘅呢個 fancy 豆腐哈，專門做潮豆腐嘅，你風向榮嘅主廚 B， 你的名字真的好可愛哦，請等一下。對，為什麼會叫 B？ 小時候的一個綽號。啊，你細細個時節就有愛用嘅綽號？蜜蜂。哦。啊，我出國我又想不出我要什麼英文名字，就叫 B 吧。我覺得很棒。對，因為愛吃到。英文名字真的很難取對，英文嘛叫 Amanda， 沒有 feel 啊，沒有感覺，你就知道，你就知道為什麼還會叫 Amanda， 有嗎？對啊，呀哈黑公黑洞公一個取英文名字，要麼就是直接中文翻，對啊，比如相容對，或者是什麼，就是比如說你是什麼就什麼，要不然就取一個像 B。那你在外國，他們叫你 B，他們都得適應哦。他們一開始會覺得就笑笑嘛。但是這是我的名字。但我認識朋友，他的名字叫雜誌 magazine， 認真，對，認真，因為他說他跟你一模一樣，他說嗨，他 What's your name？ 他說 My name is magazine， 我說好，對。哦，跟我同行的他取 Apple。那我要再講一個，我跟我那個認識他取那個，他說我叫 Tiger， 我說你幹嘛？他說我反正不是從小學英文就學這些什麼 Tiger Cat， 很好記，對，好記，很可愛哈。哦，我覺得跟你的個性真的蠻可愛，就是樣子就是哇，但是又很忙碌的這樣哇，到處去創作這樣子。為什麼會說到處去創作？因為基本嘅亞團哈，同大家係有一個輕貼嘅東西，就會連我都是新認識的名稱，叫做生態廚師，是嗎？沒錯，生態廚師嘛，好，你看到生態廚師，泰卡第一個直覺就廚師就會廚師嘛，對不對？生態泰卡又做對，但生態廚師是什麼意思？對，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而且這是你做蠻久哎，聰夢。對，哦，4年左右。4年。對。那這是什麼？生態廚師他現在有一個證明叫做台灣飲食設計中心。那生態廚師。台灣飲食設計中心，對，那裡面的發起人是秀娟老師，對，那他這個活動包含了很多，只是他的主旨就是，他為什麼挑選了廚師，是因為廚師是一個很好的媒介，廚師在採購的時候，他可以影響農夫怎麼樣去種植，對，那如果所以生態飲食設計中心他們影響我們腦袋的價值觀，就說啊，如果我買這個食材會傷害到這片土地，那我就不買。對，如果你農夫種的食材是對土地友善的話，我就會跟你購買。那農夫就會被影響。那我們在第一線的時候，也可以去影響消費者。
对，就我买的这个食材啊，可以跟他说明啊是怎么样，价值在哪里啊，好处在哪里等等。所以秀娟老师特别挑选了厨师去响应他的理念，这样。那所以他设计了一些课程，但是其实它也不是一个技艺，它只是希望你来2天或者是3天不一样的内容去影响你，让你知道说生态厨师是什么。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过程。那这包含了他也会发，就比如说我们会帮农夫去设计餐点，就让大家知道说，这些比如说台湾的野菜，对，大家很少见，就会觉得说啊，那好像是原住民的热炒料理而已。但是我有经过厨师的手法，可以让它的价值感升高，那民众购买的意愿就会提高，这样子。等一下，所以那比如说你等于是跟很多不同的小农合作，对，小农安永他走安永的意思，比如说你去都推动全台湾你都去，然后就是你就会，比如你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生态厨师的角色，然后你还可以帮他设计一些不同的餐点，然后用你在地的食材，对，但是你在选择那个食材的时候，态度很重要，对，价值观很重要，因为跟他必有共斗，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真的有，因为我觉得地球到现在真的被我们人类破坏的很严重了，对不对？这中间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需求也好，我们的物欲也好，对。那你想想看，现在有很多的农夫在种植东西的时候，是尽量希望我们可以跟土地共存，我们可以友善这个土地，然后我们共存、共荣、共好，对。所以一旦你友善这个土地所种植出来的东西，它有可能预算会提高，对它的工会增加，对不对？不过安永给目的就会讲，但是它友善土地，所以你愿意购买安永给食材，你就知道讲啊，买安永种，他敢愿意买，我就愿意这样种，要不然它就会回到过去，可能对土地有伤害。所以你们这样做的话，其实等于是带动了那些，等于是也一个善循环，没错，去调整大家对这样的想象跟价值观，就是它其实算一个公民运动，对，就让所有的厨师认同这个理念，我们就会无偿的去响应他所需要的帮助。就是台湾饮食设计中心，他可能会需要我们到台湾各个国小去带着小朋友去一起做菜。我就是要问这个，听说你们还到学校跟小朋友教他做东西，没错，这个很特别。前导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们分享说友善土地的理念啊，或是他们这个地方，像我去苗栗德新英国小，它就在那个猫里茶旁边的八甲茶园。那我们也会间接让住在那里的小朋友知道说，他们的地区啊产出了什么自己当地的物产风土这样子。对，了解之后，我们就会带着他们一起做菜，然后我们会把那些比如说像猫里红茶露菜。对，让他们去知道说，原来东西可以怎么样去变化它的价值，这样子。所以他们会煮，带着他们一起煮。对啊，我觉得这真的很棒。我觉得这个概念用厨师啊，就是助抽一个引安永出发，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你知道，民以食为天，大家想要吃还是会很开心。你带小朋友去了解很多的东西，你一定要给他吃。对，可以跟他们更接近。我觉得我只是讲的比较务实啦。黑公，你就是安永松抠，从上对下的安永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上对下的，我们说注入是不够的。没错。对，所以很棒所以这个活动会每一年都一直不断的进行，哇！所以亚洲会同大家的分享，基本必定就会安永嘅生态厨师，对不对？我们希望就会讲安永嘅一滴滴嘅影响力，就得带通喊卡抖给你，就得用它来响应安永嘅发通。我觉得这真的是你做了，如果我被影响，我做了，那他做了，大家慢慢做了，哇，这真的就是带给我们土地一个善的循环。对。那现在公司开发，等一下ให้厨师做安永嘅投入，有青头跟农夫，他也应该是说对。农夫安永的角色，他也开始慢慢的，比如说友善土地的种植方法，或者是因为友善动物反而带来的更棒的友善土地，然后就会开始在到处慢慢的去慢慢去开发安永的善循环。不过讲到亚吼，大家就会知道讲哇，基本上按防疫做的有像几类的鸦片，除了许多你嘅点度去吃东西之外，还有乜嘅提防做的吃东西嘅东西。有时候会去跑一些我觉得主题很有趣的一些市集这样子。比如讲，比如说像11月27在台北的花博，真的有一个有趣市集跟千进食中合作的台湾小吃。OK， 主题是台湾小吃。台湾小吃，你不会台湾小吃臭豆腐一定要去。对啊，而且可能不止你一摊臭豆腐，会吗？
哎，这我就不确定。哎呦，我爱乱想的，对，会有很多不同的台湾特色小吃啊。地点在花博，台北叫花博吗？对，没错。 OK， 然后一整天，确定是11月27， 11月27，对。哇，所以甲乡亲朋友係講，你係大台北嘅人，基本你有可能你個節目係講，你去到信州。是安樣個臭豆腐天然，是今年27號到台北個花博安樣個提點，其實你個主廚吼，我看佢哎呀嬌小吼，非常個有經驗嘅主廚會去到改變到大家都少改幾個臭豆腐，可以這麼說吧？那個市集就是一個自由的一個市集，自由入場。OK， 所以去到改變往市集，可能做的是到幾個臭豆腐，唔但像安樣聽咯，還可以去到也看看別人的台灣小吃是什麼，對不對？好，那你未來有沒有什麼比較？特殊的規劃，或者是想在這邊先簡單跟大家偷偷分享特殊的規劃，或是特別的規劃。其實是最終的目標是蠻希望把臭豆腐帶到國外啊。對，可以的，對，所以還在慢慢的建立啊，或者要有耐心的把這些功夫先做起來。因為廣告的時候，有問題啊，講你做按用給出豆腐啊，按用給推行幾多年嘞？你說其實沒有很久，其實沒有很久。啊，你建立按用給品牌，也是半年而已，對不對？對，應該說構思一直有在想，但是真的實力把它推出來的話，是今年才開始。對。那你去做市集的時候，媽媽會幫忙嗎？媽媽會聽數嗎？哦，你說到現場嗎？對啊，不會，他會把我把醬料炒好，他的專門這樣子。對。所以媽媽現在跟你一起做這個，應該也很開心。對，他可以，我們可以交流啦。對啊，說他的菜是怎麼做啊？我也可以跟他交流，說這個菜。畢竟人家做客家菜的，講你可以做西餐給不一定給，愛做客家菜，媽媽才是。對，就是我們說正統的，正統給客家人，作為係正統給客家菜。我說，你看媽媽還開面店，說媽媽的手藝也很好。我愛給感覺會按樣你，其實真的哈，必有一點媽媽的身上挖掘到更多，其實是客家的秘密，跟客家的秘訣，然後融合給去家給整個專業西餐背景的這種專業的這種廚藝，按樣結合起來，做啲帶本台家其實冇空給想象，基本給出豆腐就會按樣你哈，就是突破大家，我覺得是味覺對的一個想象，我覺得真的很棒，非常期待那個湯品，好不好？湯品有了再來這邊跟大家分享，沒有問題。哇，因為這些動感強必走的內容節目了，大家都分享有新的作品、新的產品，再來這邊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嘅鄉親朋友咧，希望今晚嘅看睇過後啊，當然係食臭豆腐嗬。聽日下嚟先，讓大家講下咧做論壇了。從去福喜樂呢個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呢個免費聽站，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